有人話去漠河係一種情意結，為咗驗證呢個說法，我決定一路向北，橫跨幾千公里去到北緯53度中國版圖最頂端雞冠，坐咗14個鐘頭 K7039號次綠皮火車。有人為咗睇雪，有人為咗打卡。隨住火車向北行，窗外嘅景色由綠變黃。我真係想親身去睇下呢個傳說中只有短短20日嘅金秋，係咪真係值得用咁多時間去換？一出火車站唔使急住東，最緊要係急住揾車啊！見住停車場呢一架藍色大巴，車費21蚊。不過大家一定要影低個時間表，皆因班次唔算密，錯過咗就好麻煩啦。如果不幸錯過咗尾班車，就要俾幾百蚊包車入去啦。畢竟喺呢個偏遠嘅地區，交通安排得好，個旅程就順利一半啦。入到北極村第一件事係買飛，門飛68蚊，觀光車30蚊。建議大家一次過買晒，慳翻好多腳骨力啊！因為成個村其實好大㗎，行起上嚟都幾攞命啊！景區雖然大，但其實好易分，北線睇山水地標，南線睇人民邊防，一票在手，隨便你打，搞清楚方向就唔會行冤枉路啦。搞掂好交通先去民宿放低行李，出面係天然雪櫃，房入面係強力暖氣，呢種冰火兩重天嘅感覺先係東北最正嘅體驗啊！提提大家，室內太熱記得飲多2杯水啊！行到黑龍江邊一江之隔兩個世界，對面就係俄羅斯啦，近到好似游水都游得過去啊！喺咁平靜嘅江邊散步，真係會令人忘記城市嘅煩惱啊！想留個紀念，不如去最北郵局啦，寄張明信片蓋個最北郵戳。雖然人未到，但係心意到。呢一種傳統嘅儀式感係 WhatsApp 取代唔到㗎。當朋友收到呢一張嚟自最北嘅問候，一定好驚喜啦。第二日去探下森林嘅原住民馴鹿，佢哋係鄂溫克族嘅森林之州，個樣好順良啊！唔好睇佢哋咁大隻，其實馴鹿個膽好細㗎，千祈唔好咁大聲嚇親佢哋啊！不過現實係殘酷㗎，手有台詞你就係朋友，兩手空空去睬你都廢啊！有嘢食就係王道，買包台子就當交個朋友啦。嚟北極村唔係淨係為咗睇極光，而係為咗揾北啊！坐北線大巴去到盡頭就係金雞之冠。打開地圖睇，我哋而家正正企喺中國版圖個雞冠上邊啊！沿住木棧道，終於見到呢一塊神州北極石碑。排隊影相係指定動作，證明自己去到盡頭。地理上嘅北我揾到啦，影完相成個旅程先算圓滿啦。下晝轉攻南線，想要自由就要租車，20蚊揸2個鐘，沿住各界線飛馳。有咗車，活動範圍大好多，去邊都方便晒啦。經過木口30列站，遙望莊嚴嘅北極哨所，軍事重地只可遠觀，切記唔好放無人機啊！回程好幸運遇上江上彩虹，天氣不似預期，但結果總有驚喜。條彩虹橫跨黑龍江，靚到不得了啊！漠河嘅秋天好短，但回憶好長。最凍嘅地方往往有最暖嘅體驗。最後提提大家，觀光車票記得 keep 好，唔見咗又要補錢就唔抵啦！各位老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